五一假期，廣州成為世界各地遊客優選嘅旅遊目的地。喺剛剛結束嘅第13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現場掀起咗廣州文旅熱，一句廣州歡迎你，向全世界遊客發出邀請。I'm sure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attractions and the rivers, the beautiful rivers in Guangzhou. Guangzhou have so many delicious food. It seems like the dim sum. I just want to recommend you guys also. 而家發展好好啊，同埋啲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咯。想嘗試一下廣州的那個早茶跟糕點。喜歡吃腸粉，所以畢業旅行的時候和大學室友一起去了廣州。喺博覽會現場，廣州嘅文旅企業通過專題推介、廣府音樂、非遺體驗等多種形式，向全球文旅商客以及國際媒體展示咗廣州深厚嘅文化內涵同豐富嘅旅遊資源。喺廣州，鎮海樓珍藏住千年商都嘅記憶，南越王博物院嘅金縷玉衣解開秦漢傳奇，紅色足跡串連起龍港所同黃埔軍校，商貿之旅從13巷穿越至天河 CBD， 從北京路嘅古道到海心沙嘅新貌，從永慶坊嘅騎樓到廣州塔嘅霓虹，廣州向世界展示住老城市嘅新活力。隨住我國對54個國家過境免簽延長到240小時嘅政策被越嚟越多人知曉，國外掀起咗一波中國旅遊熱。廣州作為中國嘅南大門，亦不斷推出遊客入境便利化措施。廣州海關同邊檢就聯合推出入境便利化3大舉措，包括簡化通關流程、增設多語種服務窗口、優化行李監管。同時，作為全國第3個開展離境退稅、即買即退便利措施嘅試點城市，廣州佈設咗數萬台外卡 POS 機，讓外國遊客喺重點商圈嘅支付縱享絲滑。今次嘅推廣活動由國家文化和旅遊部港澳台辦公室主辦，希望借助澳門喺入境旅遊市場中嘅窗口作用，進一步強化政策對接同資源互通，為國際遊客提供更便捷多元嘅旅遊體驗。喺本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上，擔任廣州文旅推介人嘅穗奕文，為大家推薦廣州熱門旅遊景點、特色美食等，滿滿嘅乾貨，加上精彩嘅活動，盡顯廣州文旅嘅務實與創新。要將我哋廣州嘅好多旅遊嘅資源呢，一次過 show 晒出嚟。其實咧，聽完呢個推介都有唔少現場嘅朋友咧就話：哇，原來廣州真係有好多好嘢嘅，同埋有好多便利嘅措施啊等等。廣州正以開放嘅姿態擁抱世界，衷心期待通過本次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同入境旅遊推廣活動，讓更多遊客感受廣州1城2都3中心嘅精彩魅力。花開廣州，盛放世界，廣州歡迎你。Bem-vinda a Cantão, Guangzhou, Guangzhou. 廣山環綠水嚟，廣州歡迎你，廣州歡迎你，廣州歡迎你。